台师大国际台湾学研究中心有做一个影片，配合无共外国语言的字幕来讲台语的名称甲历史，毋望用短短影片甲清楚的小解，互外国人会当更较了解台语。这是1895年日本拄统治台湾迄阵的一本教材。对当时的日本人来讲，台湾上侪人讲的语言，因就甲号做台湾话。用短短3分钟外影片简单介绍台语台湾话的名是安怎来的，阁是安怎台语毋是闽南语。这是台师大国际台湾学研究中心创作的短片，有做日语、英语和法语的字幕。长期以来，真侪外国人会伫咧台师大学华语，毋过对台湾的其他语言却真无了解。有外国朋友就讲，有外语字幕通对照是真好的帮助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方法，不同的字幕可以给我们很多人可以看懂、听得懂。真正嘛一直在拍拼讲，要哪互台湾人，要哪互外国人知影讲闽南语甲台语是无共款的。这个时代无少年啊，无其实伫外国年纪较大的人吼，其实伊嘛是拢有用手机啊看影片的习惯嘛，接触到咱台湾的语言的这个部分哦，其实机会较侪。长期伫法国开台语课的老丁甲老师真肯定用影片来传播的效率，嘛认为通正做真好的教材。原来负责规划影片的学者表示，台语的议题常在因为政治、社会因素等等，互真侪简单的代志变甲真复杂。伊毋望用影片建立清楚的论述，互愈侪人对无共面向了解台语。目前咧想的会做较侪，就是讲。大家对台语的了解，也是态度，也是讲咱的政策，吼，大家对台语相关的政策的理解，也是讲误解，也是讲不足。学者表示，目前这个计划有打算会继续出新影片。另外，台师大国际台湾学研究中心有做英语版的学习网站，互想要学台语的外国朋友通用佚佗的方式来学习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